盐埕埔较早是高雄真闹热的所在，所以有真侪老厝留落来。高雄市府改造盐埕第一公有市场了后，今年阁推动老厝搬并的计划。市府出钱，甲厝的这外口拢翻新。头一间老厝已经修复好势啊，接落来后壁阁有12间等咧规划。来到高雄盐埕埔市街，看到这栋外观是柑仔色的透天厝，顶管有拿线栏杆，看到真显白。这栋厝已经有64年，是厝主李先生阿爸留落来。老厝有侪侪回忆，会当看到掀落去的门、塔门拢是旧式的设计。阿爸老厝经过搬并，有无同的风貌。其实厝主过去捌找别人来整修，不过拢讲爱拆掉顶用，因是真唔甘。结果啦，叫人来修缮哦，无法度恢复原来风貌啦。你若处理表面规个顶阳台，就变做讲。这栋厝的迄个感觉、个回忆啊，吼，个以前的感情都拢不见了，吼安尼的情形就是阮的唔甘。除了你家老厝，盐埕埔有侪侪为日本时代留落来厝，毋过拢欠整理。文化局今年才会杀老厝挽面，由市府出钱，干那将厝的外墙、泰路、塔门修复，才会当保留老厝原底模样。嘛，因为拢是50年以上的老厝，修复上大的困难就是歹找原料，连工法嘛拢真讲究。讲至少50吨。所以讲，伊在找咱在找迄种以早的建材料的话，以早工法的话，其实拢较讲究。所以讲，材料部分寻找的话，拢爱较开时间。文化局表示讲，除了热南街的老厝，另外阁有2栋老厝等咧施工，2栋已经咧设计，有8栋已经摕到厝做同意书，陆续要来施工，毋望会当呈现盐埕埔的风华。记者钟义辉、胡兆勇高雄报道。